干贝油饭、焗烤炒虾、新鲜的石斑，还有胡椒鸡，贵道好料，全是来自传统市场名大总埔赛好手艺。这个就是蚵仔，桂花炒翅，这是传统的，但是阮人用的工费丝用较多，包这个美生菜、蚵仔，食起来口味较清爽，食起来滋味也较好。所以这道菜嘛是正手路菜。疫情期间，为了减少群聚，摊商嘛当做着生意。今年，台南便利商电商甲公有零售市场合作，推出十全十美满富贵年菜组合甲伴手礼线顶订购服务，一个月时间就创下75万营收。不只互市场摊商有收入，连同物流业者甲客运车司机也拢受到帮助。伊这个市场的便利商，互阮发挥阮传统市场所有的年菜甲杀出来台面上，互咱这消费者会当来看会到咱传统市场的好的年菜，会当享受到好的滋味，就是咱市政府的德政。从去年的疫情到现在，台南便利送小兵立大功，我们也是6都第一个也是唯一透过市政府自己来进行相关帮市场做电商平台，来协助我们市场摊商好朋友共同来行销。那么在今年我们推出了年菜相关的一个好礼包，这里面的价格呢从2500到3000元不等。那我们会在我们的台南便利送的网站，以及我们这个台南好物跟台南购物节的网站里面来公布，因为每一个市场都有它非常非常特殊的年菜。我们希望我们台南的好朋友在享用台南的美食，也享受到我们台南传统市场这些最好吃的这些，让很多的回家的游子呢能够又品尝到这个回家这个美味的美食。1月25正前，网络使用台南便利送系统，除了会当预订年菜以外，嘛会当采购南北货、新鲜鱼肉甲蔬菜等等的食材，互民众免出门，就会当伫厝内料理美食，招待亲朋好友，做伙健康平安来团圆。台南新闻张秀伟、许曼珍采访报道。